后来继续来看彰化甲台中交界的乌溪河边，最近有100多只水牛集体来渡溪，为民壮观，吸引到济民众去翕相。有不少人为着要来翕相好位，是站边仔便桥，甚至甲大台车来争路，有够危险。成百只黄牛含水牛伫彰化含台中交界大渡溪，因规定做行动，有的鸭头食草，有的鸭头啉水，各有大牛带小牛做为撩过溪啊。牛做为撩过溪啊，日头落雪的景致，都亲像诗词内底描述的100度，相真侪民众来遮翕相。不过人伤济啊，边仔的桥顶面，却有翕相的民众骑甲可准准。车驶过去，险啊，就要弄到人，民众嘛无路通闪，看起来足危险的。因为这条路比较狭小，只能一台车经过啊，砂石车也蛮多的啊，蛮危险的。卖讲伫咧铁桥顶啊，这是在安全问题。太阳牛羊在那边大概已经有10年左右了，好像就是有网红、网美，还有一些摄影协会的那个成员，他们去拍，然后就泼上网路啦，才开始爆红。这条便桥，沙石车、大台货车拢会为遮经过。大台车驶过去，所在就已经真矮啊。翕相的人若是无遵守规矩，徛伫咧便桥顶，就较会发生车祸。做个类似的告示的通知，让民众注意这些的安全的状况。管理单位讲，便桥人甲车拢会当行，民众若是要伫咧顶面看风景嘛会使，毋过莫看伤久。假使翕相的人多，影响交通安全，莫加强好看，避免人甲车争路的情形发生。